茄汁騙局，連續每個月一 reels 失敗就請晒所有 follower 食飯 Day 5。唔知大家揀番茄醬嘅時候有冇留意到亨氏茄醬上面嘅57呢？其實我自己咧就留意唔到嘅，但係當見到嘅時候，咪覺得有57種材料喺裡面咯。點知原來呢個係一個商業大騙局，仲將佢成為全球市佔率最高嘅茄汁添，足足領先對手9條街㗎。喺1869年，亨氏先生搭車嘅時候見到一款皮鞋廣告，當中寫住有21款鞋款，而佢就俾呢一款廣告吸引住，決心要諗一個數字去放喺自己嘅茄汁上面。於是佢就將佢同埋老婆嘅 lucky number 放埋一齊，就係5同埋7啦。自此佢嘅茄汁就印上57款，而呢一個舉動令到大家都覺得佢嘅茄汁好多元化、好豐富，同埋有好高嘅辨識度。但其實由始至終，裡面嘅材料都係10隻手指數得晒。但正正係呢一個策略，就令佢成功建立咗佢嘅飲食王國。唔知大家有冇特別喜愛嘅數字呢？歡迎喺下面留言，可能你會揾到同你心靈相通嘅人呢。我係21，我哋聽日見。